西班牙第二大城巴塞隆纳是观光区，不过有一寡游客甲民众会行路黑白旋招，地属这个观光区是臭迷蒙。即马就有一个艺术家伫行路按彩色的绕道，希望要提醒大家爱有公德心。 巴塞隆纳路边的高墙顶，最近有一寡色彩正水、用纸糊的放尿槽，这是西班牙城市艺术家琼科萨上新的创作。用这种装置艺术，提醒民众唔通搁在一个古迹的边边乱放尿。Very, very good artistry. I think you should have more of these around all of the key sites, just to bring home the awareness of the smell and the facilities that are needed as well. 西班牙第二大城巴塞隆纳，挖地中海，也是加泰隆尼亚的首府，全市有160万人口。相传是古加泰基的将军建立，建成已经超过3000年，了后罗马人统治，所以巴塞隆纳的建成时间是比罗马更较早。不过，这座文化古城则因为民众无公德心，四界乱放尿、臭毛毛，所以艺术家琼科萨想要做改变。normalizado que Barcelona huela pipi. 巴塞隆纳有真侪历史建筑甲文化景点，当地包括圣家堂、加泰罗尼亚音乐厅等8个所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遗产。也有巴萨加西班牙人2个骹球俱乐部，伫咧1992年也办过夏季奥运，更加获国家地理杂志评做50个人生一定爱去过景点之一。琼科萨希望今年热天会当伫巴塞隆纳装100个这种放尿槽的装置艺术，提醒民众较有公德心的爱护这座城市。Hay que buscar una solución y este artista con esta performance puede que esté buscando ya la solución. 巴塞隆纳唔敢若是味歹屁，今年热天天气也真热，这礼拜温度就升到摄氏36度。市政府就甲城市内面包括图书馆、学校，总共200座公共建筑物内面的冷气拢开开，互民众入去内面纳凉。去年热天就超过12万人，该当作休热中心。你若西班牙正面临着今年第2波的热天气，南部地区的温度甚至已经升到摄氏44度。公司新闻金源庆编辑。